仲記得2012年秋天嗰場反國教風波嗎？仲記得政府總部前嗰啲黑衣人高舉交叉手勢嘅情景嗎？顯然，上台依次嘅梁振英同佢嘅特區政府被呢一場來勢洶洶、鋪天蓋地嘅政治風暴打得措手不及，連種種嘅利民施政亦都陷於舉步維艱嘅境地。眾多從不關心政治嘅市民，慢慢亦都陷入痛苦嘅憂慮。一個弱勢嘅政府，仲能保障我哋小市民嘅利益嗎？一個弱勢嘅政府，仲能維持香港嘅繁榮穩定嗎？佢哋從不解、無奈到悲憤，幾個無助嘅市民終於忍無可忍，自發響遮打花園絕食36小時，抗議一小撮政客策動學生騎劫民意嘅卑劣行為。民間蓄勢已久嘅怒火被點燃，一個又一個市民走上街頭，尋找主宰自己命運嘅路。佢哋互相反問：面對呢一場亂局，我哋仲可以點樣？我哋係愛港之聲。聚沙成塔，匯流成川。獅子山下沉默嘅一族已經甦醒，佢哋攜手並肩，勇敢地向根深蒂固嘅邪惡勢力宣戰。愛港之聲就係喺咁樣嘅一個歷史進程中應運而生。愛港之聲嘅出現，正正就係因為有部分關心香港嘅市民，眼見咗回歸15年，特區政府一直係俾一班有組織、有策略嘅反中亂港嘅分子喺度擾亂。我哋冇任何嘅政府嘅資助，亦都冇大財團嘅捐獻，只係靠自己嘅會員同埋市民嘅一點一滴嘅匯聚，義務咁樣捐出時間、精力、才能同埋金錢。我哋只係想香港嘅社會和諧、百業興旺，人人可以安居樂業、政通人和。要達到呢個境況，我哋必須要呼籲更多沉默嘅市民站起來，一齊努力，為香港建設更好嘅未來。喺呢度，等我哋一齊回顧一下愛港之聲走過嘅路。香港係我哋生於斯、長於斯嘅家園，我哋同香港榮辱與共。2013年元旦，愛港之聲喺政府總部舉辦咗愛香港、撐政府元旦嘉年華活動，支持政府依法施政。本港主流電視台亦都全程轉播咗呢一次活動。2013年7月1日係慶祝香港回歸16週年嘅日子，我哋同香港市民一齊冒住3號風球嘅暴風驟雨，喺尖沙咀舉辦咗愛香港慶回歸7·1嘉年華暨護港行動。愛港之聲成員喺市民嘅見證下莊嚴宣誓，反對佔中，保護香港。場面嘅感人，連上天亦都淚作傾盆。喺打後嘅2014年、2015年，我哋都堅持喺1月1號呢一個普天同慶嘅日子舉辦嘉年華，與廣大嘅市民共度歡樂嘅時光，亦不忘宣揚我哋愛國愛港嘅信念。或者元旦嘉年華已經成為愛港之聲最重要嘅盛事。
逆力創新遊喺2014年嘅7月1號舉辦咗花車巡遊，慶祝回歸之餘，同時宣揚反佔中。花車穿梭全港9新界各區，與市民共慶回歸。無獨有偶，天公再一次俾我哋考驗。當天傾盆大雨，但無減我哋會員嘅熱情，堅持完成整個巡遊嘅。2013年，3個反對派人物假借學者之名，向社會發出咗佔領中環嘅叫囂，並通過一系列社會事件挑戰中央政府、挑戰特區政府、挑戰香港市民。面對呢一個挑戰，愛港之聲沒有鬆懈戰意，不停咁樣向反對派發出正面迎戰嘅訊息。我哋出席咗各種反對派嘅辯論會、研討會，用事實、用社會利益駁斥反對派嘅種種謬論。愛港之聲設計製作咗數萬個愛香港、反佔中襟章，派發俾市民。我哋亦都通過街站、遊行，向廣大市民傳遞咗反佔中嘅正面訊息。我哋都參與咗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嘅簽名街站，同埋817大遊行。佔領事件發生後，愛港之聲同埋社會相同理念嘅群組，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為站在第一線嘅警方打氣。面對反對派逢中必反、逢政府必反嘅行為，愛港之聲旗幟鮮明咁樣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因為癱瘓政府只會損害廣大市民嘅利益，破壞香港嘅繁榮穩定。反對派為咗達到佢哋癱瘓政府嘅目的，站喺第一線嘅警察就成為佢哋攻擊、打擊嘅目標。愛港之聲針鋒相對，利用街站、遊行、遞信等方法，向警察轉達咗我哋同埋市民對佢哋嘅敬意。對於特區政府喺施政過程出現嘅不足同埋差錯，我哋亦都係抱着實事求是嘅態度，提出我哋嘅批評同埋建議。因為我哋深深明白，盲目咁樣撐政府，同樣係不利於政府施政嘅。回歸10多年嚟，一啲港英時代嘅既得利益者不忿失去昔日嘅特權，佢哋喺社會上製造咗種種亂象，挑撥中港兩地關係，干擾特區政府施政。一啲政客，佢哋花言巧語，騙取選民嘅信任。一旦進入立法會，佢哋就不惜背棄選民嘅期望，肆意叫囂謾罵、掃台擲物、缺席拉布，追擊政府嘅各項利民施政，甚至明言違背選民嘅意願，剝奪合資格選民嘅特首普選權。不平則鳴，愛港之聲義不容辭咁樣肩負起為社會公義發聲重任。我哋監察司法權貴，我哋監察不良傳媒，我哋監察教育，我哋監察政黨政客。總之，市民的期望就是我們的行動。面對複雜變幻嘅社會萬象，
面對巧舌如簧嘅政客，單憑直覺已不足以辨識是與非、忠與奸。我哋必須喺同反對派抗衡中提升自己嘅戰鬥力。愛港之聲堅持開辦每星期1次嘅國情研習班，通過邀請有見識人士講述、分析社會種種現象，與會者喺不設前提之下自由發言，務求提高我哋嘅政治意識，以更成熟、更全面嘅觀點同埋角度去分析時事政治，投身社會事務。最近我哋開辦咗一個題為港事、國事、天下事嘅系列研習班。研習班採用講者主講同埋學員互動探討相結合嘅教學模式，啟迪學員嘅思維。面對今後更加複雜同埋詭異嘅時局，我哋更加需要進一步提升我哋嘅議政參政能力。我哋將會繼續開辦各種不同形式嘅講座、研討會嘅。一個好嘅理念，如果唔能夠向廣大市民傳遞，如果唔能夠轉化為廣大市民嘅行動，就失去咗佢嘅存在價值。因此，建立一個客觀、公正、有效嘅傳播平台係我哋嘅重點工作。我哋通過唔同嘅媒體宣揚我哋嘅理念，我哋建立咗自己嘅網頁、面書，以至手機嘅 WhatsApp 群組等。通過呢啲網絡，密切咗我哋同埋會員以至其他群組成員嘅聯繫，我哋一起共商政事，一起策劃行動。呢個溝通平台亦都增進咗群組間嘅友情。同時，我哋同埋社會上嘅大眾傳媒建立咗廣泛而友善嘅聯繫。我哋經常派員出席社會嘅公開論壇，接受電台、電視台同埋各大報章嘅採訪等等。通過同唔同政見嘅社團、個人嘅研討、辯論，等市民更加明了社會上唔同理念同埋其中嘅因由，從而更加客觀、全面咁樣分析社會事件同埋各種現象。喺我哋組織大型社會活動時，亦都會通過記者招待會同埋現場採訪，向各大傳媒通報活動嘅目的同埋過程。儘管我哋嘅理念同埋行動唔一定被所有傳媒所認同，但係大多數嘅傳媒機構同埋前線記者嘅專業精神，俾我哋留下深刻良好嘅印象。我哋亦都係堅持一視同仁、公正持平咁樣對待所有嘅傳媒。謹此，我哋再次向所有嘅傳媒朋友同埋前線記者致以由衷謝意。我哋只係一群沒有政治背景、沒有財團支持嘅一群小市民。我哋喺香港面臨危難關頭嘅時候，選擇勇敢出嚟為社會、為市民發聲，只係憑住對生於斯、長於斯嘅東方之珠一種不捨嘅情懷。而家愛港之聲嘅成與敗、榮與辱，已經不僅係我哋嘅選擇，而更重要嘅係社會嘅需要。同樣，愛港之聲嘅發展亦都需要社會嘅支持，需要你嘅支持。我哋會繼續不負市民所託，讓東方之珠發放出比昔日更燦爛嘅光芒。請支持愛港之聲。